2025年我最期待嘅產品 Able Carry Core Sling 同埋 Mini 係我見過最多嘢玩嘅 Sling Bag， 3個拉鏈主架加1個彈性外格，官方容量2.5 Lit 同1.5 Lit， 貼身嗰格就放貴重嘢，主架好深嘅，相機加 Action Cam 絕對冇問題，仲有多2個拉鏈架，再貴重啲就一定放呢度。個設計係分開咗個主架嘅，等你可以分類。前邊網格加 Key Strap， 前格係超強彈力嘅 Ultra Stretch， 係用 Ultra High Molecular Weight Polyethylene 嚟做嘅。人話咧即係超強彈力，我係攞嚟放 DJI 嘅，驚跌嘅話咪放紙巾咯。但係嗰隻就跟 Swiftbolt 360嘅 Shoulder Strap 點轉都唔會棘。點解話佢咁多嘢玩呢？因為佢有3個模式，扣上邊就係 Shoulder Bag， 扣中間就變 Sling Bag， 仲有個 Bell Bag 窿喺度。唔中意原裝嗰條帶，自己配落去又得，加2隻8字扣可以做埋 Chest Rig 添。裙邊全部都係 loop 嚟嘅，有需要可以自己加個扣落去玩下。Mini 就細啲，得主格同彈性網格，都放到 Action Cam 加相機仔嘅，2個網格加條 Key Strap， 都有個拉鏈架放到 Passport 嘅。Mini 版嘅360條帶係有啲，一樣有3個咩法，4隻顏色，黑白用 Ultra 同埋防水拉鏈，藍綠用 Cordura Ripstop Nylon。聖誕節識玩嘅，梗係買自己最中意嘅嘢送俾老婆啦。背囊加 Sling， 其實你哋會咩 Sling 先啦，定係咩背囊先呢？留言話我知，抽一個送啲小禮物俾你哋。